国内消息，咱要来看的是高雄有一个卖厝的中人，为着要请人来看，所以就伫咧面册来看这个有外国婚姻介绍的广告。也毋过，这款行为已经违反规定，所以罚款10万。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是表示讲，外国婚姻是袂使广告的，所以会使去移民署来查合法的35间媒合团体。伫面册发文写12月开第一团，搁放查某囡仔的相片。这种宣传下国婚姻的广告已经违法，所出现伫高雄一个姓林的卖厝中人的面册顶悬。伊因为平常时搭卖厝租厝的信息伤少人看，竟然去找东南亚查某囡仔订婚的相片和资讯，要啥人来看，颠倒罚款10万。云南市房屋中介为提升脸书观看流量，在抖音等社群软体收集东南亚女子照片及影片，并于脸书张贴跨国境婚姻媒合广告，向不特定人宣传。移民署讲，下国婚姻依法是袂当广告的，但是进前有民众伫面册创婚友社，半暝搁伫遐锁定放送查某囡仔的影片，做着国婚姻介绍的中人，有卖量的伫咧店内打下国婚姻的广告，搁讲有真侪人会当选，这离谱的做法，即马拢犯法。已经大概有10年以上了吧，但是现在还有人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那为什么不能广告呢？就是我们认为跨国婚姻不能作为一个商品，那尤其不能把女性作为一个商品，这是最重要的价值。长期关心东南亚婚姻移民女性的南洋台湾姊妹会讲，目前台湾一年有2万对的下国婚姻翁仔某，东南亚的女性就占8000到9000对。伫民间团体拼命争取之下，政府伫新住民新婚的取得和避免歧视性的用语部分已经明显改善，但嘛发现还有语言通译和长照需求需要争取，才当互因伫台湾生活甲更较安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